我哋喺現場見到一架飛機機身斷開咗兩截，喺海上面再浮再沉，並有4名機組人員喺打開咗嘅機艙門度等待救援。消防立即派員進行拯救，協助機上面嘅4名機組人員利用逃生滑梯離開機艙。另一方面，我哋得知咗有一輛巡邏車輛受到事故影響波及，就墮海。消防人員亦都展開咗水上同埋水下嘅救援工作，同時亦都派員喺陸上面，包括北跑道兩邊分別500米嘅範圍裏邊進行搜索。最終，消防潛水員喺大約40分鐘之後，確定到墮海巡邏車輛嘅位置，其後喺車上面揾到2名被困人士。